我大概吼上感动的就是吼，大概熟悉这新的朋友吼。是啊，较了解因了，你会感觉哦，其实人生吼有足侪物件吼，咱无去行大，咱唔知影。嘿，实上咧重要就是讲，比如讲因住伫花莲啦，还是台东这边啦吼，算讲是世外桃源。你捌想过讲有一天你会过这款田园的生活未？其实我做囡仔的时阵是伫庄卡大汉，阮阿公阿嬷吼，因搁伫的时阵，我有甲下一个愿，我感觉我真不好。哟，我有甲阮阿公讲，等我若大汉，我若有趁钱，我要倒来庄卡起大厝，我要阿公阿嬷用住老瓦厝，毋用住这下厝啊。毋免搁兄茶烧水，我会互你有迄落水安尼拍着烧水就出来。阿公阿嬷嘛拢讲哦，安尼阿辉啊有友好吼，安尼赞。啊，逐年我拢会转去庄卡。过年的时阵，我就甲因讲，阿公阿嬷恁搁等一下吼。等我若成功哦，我就要倒来起大厝。啊，结果吼，下几年前啊，阿公阿嬷拢过用。啊，我拢甲下即个愿，啊，结果无做着。这是我。刚才你讲就是讲，你想要做，你就紧去做。